中华邮政即阵全台湾是有7700多只乌托邦咧斗上批。为着环保，邮局今仔日是宣布讲成立电动三轮车的车队，因为即阵批较少，货较济，电动三轮车除了减少碳排放，嘛会当载搁较济货。中华邮政推出新型的电动三轮机车，运量有加较大。进前2轮的敢会当放批，甲6个至8个包裹，即马改做3轮的，运量增加超过10倍。后箱里面呢的承载力呢，可以达到呢80颗以上。我们便利箱1号包哦。3轮的电动机车比2轮的较稳定、较安全。前后轮有增加档案系统、甲北区的辅助。中华邮政解说，主要是因为即马批的量减少，电箱包裹增加，所以就要转型。不过电动车充一解电会当走的距离，敢有够用？董事长王国才讲，目前先推出44台，伫咧邦桥、三重埔等等的都会区试办，即个找2间业者合作。现在都是在测试的一个阶段哈，所以我们就跟提供的2家厂商哈也谈好，如果未来真的全面使用的时候，包括换电池的地方、充电桩哈，这个都是要妥善准备好这样。中华邮政讲，根据目前的测试，3轮的电动机车若是空车，充一解电会当走75公里，不过若载60个包裹，会缩短做65公里。所以即个试办希望掌握实际的情形，再看敢要扩大推动。也若交通部认为这有带头的作用。抛砖引玉，来提升国内企业还有民众来使用电动机车的一个这个意愿。目前中华邮政拢总有7780台乌托邦，电动机车的比例是46.1%，将来会继续采购，按算到年底会当达到50%。中华邮政讲，甲传统柴油的乌托邦来比，一台电动机车一年会当减少碳的排放量有471公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